歡迎返到嚟讀書日誌，今日繼續同大家睇呢本書《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》。作者喺書入邊講，喺呢個社會，我哋太習慣用價值去衡量一個人，細個睇成績，大個睇人工。但當父母老咗，體力衰退，甚至失智，佢哋唔再能為家庭提供功能嘅時候，好多子女會覺得好沮喪，甚至覺得父母變咗負擔。作者話，請對父母話，淨係生存就有價值。呢個係好多人成日講 mindset shift。我哋要對父母嘅愛由行為嘅層面抽出嚟，唔好因為佢幫你湊小朋友煮飯先有價值。作者喺書入面舉個例子，當父母發現子女仲需要自己嘅時候，佢哋會莫名其妙咁湧現出活力。點解？因為被需要係人類最後嘅專業。如果我哋將照顧變成我服侍你，父母會覺得自己係廢物。如果你識得同佢溝通，媽咪，我想飲你煲嘅湯啊，或者老豆，呢件事我想聽下你意見喎，你係俾緊一份活下去嘅動力佢。最後想分享書入面作者面對爸爸過身嗰一段，作者話，就算係大腦受損，人嘅人格依然存在。佢哋唔係醫院入面嘅一個編號，佢哋係擁有幾十年人生經歷嘅個體。所以面對老去，我哋需要嘅唔係憐憫，而係勇氣，一種接受生命本來樣貌、尊重生命存在嘅勇氣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練習肯定存在嘅對話，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只係問父母食咗藥未啊，或者身體點啊，試下感性啲講句，見到你坐喺度睇電視，我就覺得安心啦，令佢哋知道佢哋嘅存在本身係對你嘅貢獻。2. 創造被需要嘅機會，就算父母手腳慢咗，都試下揾啲小事情請教佢哋，或者請佢幫手，例如問下家鄉菜點煮，或者某件舊事嘅情節，令佢哋感受到自己喺家裏邊嘅角色。 3. 記錄佢哋生病前嘅故事，趁佢哋仲清醒，多啲了解佢哋後生嘅經歷。當你對佢哋嘅人生全貌有更深理解，你喺面對佢哋老去失能嘅時候，就更能夠用尊重人嘅態度去照顧，而唔係面對一個病患。老去唔係一場漫長嘅告別，而係一場關於生命深層意義嘅對話。希望今日分享呢本面對父母老去嘅勇氣，可以幫到正在處於焦慮或者迷惘中嘅你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哋嘅讀書日誌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